呢條短片將會介紹如何喺資歷名冊上搜尋學分累積及轉移嘅資料。首先，選取導覽列上搜尋中嘅學分累積及轉移，或者按主頁嘅快速連結學分累積及轉移，就可以進入學分累積及轉移搜尋嘅頁面。輸入關鍵字或者揀選不同嘅搜尋條件，然後點擊搜尋，揾你所需要嘅記錄。搜尋結果會根據你所選取嘅搜尋條件，按收生課程、原來資歷及附有學分累積及轉移院校安排嘅課程3個分頁顯示搜尋記錄。你可以點擊排列次序旁嘅箭嘴，選擇以不同項目去變更搜尋結果嘅排列次序，揾出最符合需要嘅資歷。你亦可以利用頁面左方嘅篩選去縮小搜尋範圍。點擊喺搜尋結果內嘅資歷名稱，就可以查閱學分累積及轉移嘅詳情，包括資歷詳情、學分累積及轉移資料、收生課程以及原來資歷嘅學分轉移安排等。如果見到呢個符號，你可以用不同嘅次序展示跨機構轉移嘅相關資歷。你可以點擊收生課程或原來資歷嘅名稱，以查閱該資歷嘅記錄詳情。你亦可以列印或者下載該頁面嘅學分累積及轉移詳情。如果你想收藏任何一個搜尋結果，你可以喺搜尋結果嘅頁面或者資歷記錄詳情嘅頁面點擊心形符號，將該資歷加入我的最愛，或者按下全部加入，將所有搜尋結果加到我的最愛入邊。喺頁面打開工具箱並按下心形符號，就可以查看你嘅最愛。有關嘅記錄會按收生課程、原來資歷以及附有學分累積及轉移院校安排嘅課程3個分頁列出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列印或者下載有關資歷。多謝觀看，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資歷名冊管理員。